12月27號星期六呢段片會同大家睇睇主要外匯、加密貨幣、貴金屬同埋呢個能源期貨嘅走勢。先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年進步啦！免責聲明，本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會構成任何乜乜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美金上個禮拜係再下試低位嘅，先睇個美匯指數啦，跌到落去98微穿，跟住喺禮拜五收翻上98.05嗰啲位嚟到收。預期短線繼續會98到99之間上落。其實下個禮拜仲有個新曆年嘅假期嘅，咁可能放完假之後翻嚟都會有更加清晰嘅走勢。闊啲嘅上落範圍預期下邊睇76，上邊睇100.50。歐羅對美元去到1.18前邊有阻力嘅，咁預期短線1.1650到1.18之間度上落。闊啲嘅範圍下邊1.15，上邊1.19。英鎊對美元突破咗1.3450，有機會下個禮拜去1.3450到1.36之間度上落。闊啲嘅範圍1.33至1.38。美元對瑞士法郎跌穿咗0.79嘅支持位啊！呢個係舊年7月到而家嘅徘徊區嘅底部。咁美市有少少平倉盤托翻高少少啦。預期下個禮拜應該喺0.7750到0.79之間上落。闊啲嘅範圍下邊再低啲睇0.76，上邊大嘅阻力睇0.81。美元對日元都喺近期嘅高位徘徊，上落範圍睇154到159。闊啲嘅範圍下邊睇150，上邊160。美元對加元亦都係創近期嘅新低啊，挨近1.36支持位。預期下個禮拜要喺1.36到1.3750度上落。闊啲嘅範圍睇1.34到1.39。澳元對美元亦都係升到近期嘅高位啊，收響0.67之上。預期下個禮拜上落範圍0.67到0.68，闊啲嘅範圍0.66到0.69。紐元對美元上落範圍0.5750到0.5850，闊啲嘅範圍下邊0.56，上邊0.6齊頭。金價去到26號創歷史新高嘅，最高去到4550蚊附近嘅，因為已經突破咗4400蚊嘅阻力啦。預期下一個目標係4900蚊。睇埋白銀嘅走勢預期上升嘅速度可能慢慢加快。下邊支持位4400蚊同埋4200蚊。銀價係禮拜五聖誕之後就係急升嘅，單日裏邊升咗接近10%啊，由72蚊嗰啲位升到挨近去80蚊嘅。短期嘅阻力睇80蚊，升穿嘅話因為已經破晒歷史頂好耐噶啦，已經上邊冇乜明顯嘅價位嚟好睇噶，咁主要睇啲齊頭啲心理位啦，90蚊跟住100蚊。咁因為金同銀近期嘅升嘅速度比較快啊，預期可能短線有一啲比較急速嘅調整都唔出奇嘅。雖然長線趨勢仲係向上啊，但係嗰個倉盤風險要留意一下，個槓桿不適宜太大或有高追嘅。下方支持位白銀睇70蚊啦，跟住低少少睇62蚊。原油期貨低位徘徊，上落範圍預期係56蚊到62蚊，闊啲嘅範圍52蚊到66。天然氣期貨落到3.8有反彈，上到去4.6附近又有阻力，預期短線繼續環繞住4個字呢啲位嚟到上落。闊啲嘅範圍睇3.5到4.9。Bitcoin 繼續響近期低位度徘徊，預期上落範圍8500蚊到92,500蚊，闊啲嘅範圍下邊75000蚊，上邊睇10萬蚊。以太幣上落範圍預期響2800蚊到3004蚊，闊啲嘅範圍下邊睇2300蚊，上邊睇3700蚊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嘅收睇。